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旧历7月初一，咱台湾的风俗就是开鬼门，也就是讲，你咧地府阴间者的孤魂野鬼，拢会放出来民间接受咱的招待，会当讲亲就是休假同款。另外，还有一句俗语讲到：阴天，教人3寸心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心机有够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阴，读阴第一条。这阴是读文阴，阴就是暗时月亮的意思。颠倒边的词就是阳，那阳就是光明甲日头，唔是好天无出日，咱就讲乌阴天。另外地府咱讲是阴间，人过往了的灵魂，咱讲是阴魂。另外咱看到墓仔埔，有人讲是阴地，旧历有人讲是阴历。若是心思无定，抽签算命，跋杯问神，若是两个杯拢倒磕，咱讲是阴杯，代表心明无稳准，有人讲无杯。另外白阴读做阴，像讲本口、尻川口，过去咱讲是阴公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阴天，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个性真阴沉，看袂出来心内到底咧想啥。第二个词，这是较一个古早的词，人读做半阴阳，会当讲是上时有男女这两款性别的人，嘛会当讲是看起来看袂出来到底性别的人。过去这个词淡薄有性别歧视，若即马时代进步，性别平等，这个词应该是一个中性词。带大家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过去讲到半阴阳，可能一寡老一辈认为感觉小可阴天。即马时代甲观念进步啊，半阴阳嘛应该受到尊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阴，这是文阴；另外白阴读做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